讲到大陆冷气团落南气象局针对着规台湾13个县市发布黄色灯号，透早气温拄则讲到新竹9.7度。医生特别提醒讲，温度无到20度时，交感神经会较活跳，特别心脏踢跳的脑中风胃出血，才会镜头风险就会比一般时间较悬。都要注意普通时的食食，佮有穿较烧热的。若是腹肚痛，或者是倒位无爽快，找无原因，就有可能是心脏踢跳的，千万唔通放放放。香港讲到红记记的咸的火锅，互人看到嘴烂酷酷滴。天气冷时时，真侪人拢爱食火锅，互身体烧热。毋过咸的物件食伤济，可能会互胃肠无爽快，佮有可能会出现胃出血症头。毋若安尼，温度若降到20度以下，急诊的患者嘛加真济。这时候可能本身血管相对比较脆弱，在舒张收放的功能相对比较差的时候，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管是梗塞啦，或者是有一些缺氧的情况。那这些情况就有可能会造成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疾病。挂急诊的人受甲温度的关系，普通画出来会是一条微微啊笑的线。伫温度较悬25度的时阵，感染型的病，像讲胃肠炎，另外还佫有外伤的患者就会开始变多。毋过若是温度比20度较低，就会互交感神经较活动，像讲心血管的病、中风，也是肺炎者的病就会较济。啊，胃肠出血病人嘛会得咧小可增加。伫美国做过大规模的研究，发现圣诞节甲跨年、元旦，雄雄死去的人拢足济。不管心因性、非心因性，目前认为跟这个交感神经兴奋有关系，或者是我们说一个 stress。一般在寒人本身就是一个压力，会造成交感神经兴奋，就容易造成猝死啊，血压就会上升。普通时毋若爱控制三高，注意食食，穿好较少咧。亲像较侪岁的人、查某人，佮有糖尿病患者，伫心脏出问题的时阵，脚接偏、手骨会害，佮有可能会感觉痛。若是一直拢找无原因，上好也是去心脏科检查，避免病变甲愈来愈食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